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讲吼，囡仔爱过年，大人爱趁钱。啊，讲到趁钱，那雄雄趁到大档钱。台语的动词几落句哦，国情牵出来，甲你互相研究。人讲趁到大档钱，当斗阵呢，大家伫咧讲叫做大船入港。头一句咱讲安尼叫做冒事啊。这吼社会上啊，佫有咧讲，国情啊，我知啦，冒啦。啊，当然，借用这字见光卯的卯，写这字是借用。不过国情要招你互相研究，卯甲卯是无共哦。关键音有争差，卯是啥？卯是讲吼，当这档歹铁啊吼，我甲你卯1万、卯2万。莫讲互我用个称的，无用无共。我规个卯落来，我若有利润，你嘛轻松。也是讲吼，当这间化妆间，这间厕所，我甲你搭泰路。佮甲你风水拢总做起来，我甲你卯20万，规个石头甲你讲做卯，所以卯甲卯是无共。啊，若卯就是趁着大条钱，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大船入港哦。啊，台语的动词咧讲雄雄有大条的劲道，毋是干那卯尔，佮有另外一句吼，讲做挑。啊，咱知啦，咱知影讲趁钱就讲趁，哪会讲做挑？国情我若捌甲你互相研究过，台湾人咧讲话有当着爱转一个音。有当着目的为着趣味，听家金唔讲听狗金啊，面子唔讲面水，白光散唔讲，条讲转迄落较土较粗的，讲做白光晒。啊，趁唔讲挑，嘛是转安那？转一个吼，互人听较无的，讲斗阵的最近有趁无趁，身体爱顾好汉。啊，你人一听就知影你讲趁钱的趁啊，斗阵的最近吼有挑无？用暗示的就对啊，所以转一个音。啊，敢干那即个挑过别字无？最近大档钱、大船入港过别字无？过一音，共款动词，过另外一句，讲做练，练啦，练钱啦，有练无练，见面随在输赢啦。毋过即个练有当阵啊，都毋是遮尔正面啊。意思讲吼，无正当的迄个钱，人原来讲做有去练淡薄啊啦。啊，总是国情谈者，甲所有朋友表示，咱倒若亲像小巴掌迄条歌伫咧唱的讲，不正行为是毋通，所以暂时做即款。咱正当咧趁钱，国情的生意甲你祝福。头一项祝福你卯事啊，啊第2项呢，祝福你宏图大展。这生意呢，这敢台语，毋是后壁我要斗句，祝福你宏图大展，大挑搁大练，感谢搁恭喜啦！